愛野球、好野球、無野球有四目落翻、水目落高的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电视台以及博斯运动频道，还有等等7个平台，在高雄美浓国中为您所转播的第4届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在美浓地区呢，天候状况是相当的好，一扫呢前几天赛事的下雨哦，今天到了最后一天的决战了。我是徐展元，在我身旁呢，先介绍的是这个我们的球评呢，辣爸潘中伟。大家好，我是辣爸。对，潘中伟呢也是我们徐总呢当时带的子弟兵的第4棒哦。那在我身旁呢是徐生明棒球发展基金会秘书长，也是我们徐总的太太哈，谢荣瑶师母。大家午安，大家好。好的，那这个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季军战呢是刚刚才打完了，今天11月29号礼拜二早上8点就开始打了这个4强赛。对哦，4强赛赢了就是打冠军赛，输的只能够打季军战。但这些落败的队伍就要打季军战，等一下进行的季军战。但这些小朋友就是要赶快擦干眼泪啦，忘记4强赛输球的哦。对，那待会要进行季军战的呢是台中的力行国小，要对上的是南投的新街国小。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晋级图哦，这一次总共有32队哦。那一路的打到16强变成单败淘汰制。先看一下左下角新街国小呢，哇1-0险胜了嘉义的核心国小。然后呢，他们这个就是在今天稍早之前0-11被台东的丰田国小给口斗，所以丰田国小进到冠军赛，新街国小只能够打等一下的季军战。而至于呢，最右边来看一下台中的力行国小，9-4打败了高雄的古岩国小8强赛，然后4强赛就是在刚刚啊。真的好想赢韩国，真的，一路也是领先到了第5局前呢，还领先3分，结果呢5局下这个被韩国水鱼国小呢半局狂攻6分便逆转。虽然6局上半我们力行国小打全垒打2分全垒打追回来了2分，但最后还是1分落败。所以呢，力行国小是打等一下的季军战，韩国的水鱼国小第一次来台湾参赛，他们打进到了冠军赛了。那这边呢，真的要很感谢这个我们办到第4届了。其实徐总离开我们也3年多了3年多的时间了。不过我们这个比赛越办越热闹，有个对永情，就是很多的乡亲。我这边的客台展员是美浓人只讲一点点的客家话那请这个师母谈一下，就是这一次的比赛，对打到现在您的感觉是怎么样？感触真的是蛮多的但是我是任何事情就是往前看，那希望小孩子都是打得很愉快，在一个不影响受教权的一个状况之下让孩子能在实现他们的那个圆梦的一个打球的一个计划那所以今年我办一个国际赛，是希望说增加孩子的视野。那所以邀请了大陆跟韩国来，那让有一些孩子，万一他们没有打上国中的话，就是选择念书的话，或者继续其他的行业，那这方面能在国小对上其他的外队的话，是一个圆梦的。圆他们一些没有出国的梦，这样子，我的想法是这么单纯的一个做法，一个想法，对。是，其实呢，刚刚师傅提到的受教权也是徐总呢非常非常强调的啦就是不仅是只会打球而已你还必须要会念书。像徐总自己，他就是第一个拿到硕士学位的台湾的教练职棒的教练，他去韩国拿到了硕士学位。对啊，相信这个辣爸潘中文应该也感受得很深刻，因为虽然辣爸应该是常常国小就开始去打国际赛，代表中华队，可是呢，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他们没有办法跟国外的小朋友交流，所以像徐生明的少棒赛，今年这样办就应该可以让他们真的圆梦。对，其实刚刚师母讲到一个重点。比赛的感觉会很不一样，尤其对上外队，你会知道说，对韩国、对大陆队，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国外的球风或者是他们在球场上的礼貌会不一样。从中间可以学习到很多球场或者是球场以外的东西，都在一场比赛里面可以学到。这是我觉得会对小朋友有很深刻的印象。是，那这一次的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从11月26号礼拜六上礼拜六就开打真的是很热闹，包括连我们这边是美浓嘛，美浓旁边其实就是旗山人的
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来开球，来开球，对啊，也真的谢谢副总统愿意来我们这个小地方哦，帮我们做开球的动作。对呀，对啊，是啊，所以我们也是很觉得非常的光荣，让乡亲也觉得说，哦，副总统会踏进美浓。对呀，对，这个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哦。那让外队也看看说，韩国队跟大陆队他们更是惊讶，他们说，哦，一个小比赛可以请到首长，哦，又是副总统，哇，他们起先还蛮疑惑说，哎，有这么的伟大的一个球赛吗？对，结果。更让他们压抑的是陈伟英跟高国辉开的一个棒球教室，他们就说真的是电视里面的人跑出来了，是孩子是兴奋的，所以我办了这个棒球教室，其实我是希望说让孩子近距离的让陈伟英跟高国辉他们来教育孩子哦，要比你怎么在教育都来得贴切一点，因为他们的一句话或许是教练讲10句话。是啊，是。所以呢，陈伟英跟高国辉也是真的很力挺啊我们这个徐生明的少棒赛。同时呢，其实刚刚特别讲到，就是希望小朋友快快乐乐打球，因为呢，其实我们地主美浓国小少棒队就是在开幕战，哇，这个对上中国浙江无锡的东北塘实业小学，那个开幕战呢，美浓国小当然是很希望的赢，然后一路可以打到冠军赛啊，拿冠军留下来啊，我们的第1届冠军嘛。那可是呢，那一场开幕战呢，就第1场，我们美浓国小2次领先到4分，但最后到 PK 战以11比12输了。不过呢，小朋友当然是哭得很伤心呐，但是陈伟英跟高国辉就是安慰小朋友，对啊，当下就是一个机会教育，我就请伟英跟国辉说，这是你们最好教导我们小朋友切身的经验的时候，比教练在那里安抚，我在那里抱着他们安抚都没有用，带到那一教室，他们马上蹲下来摸他们的头，告诉他们说，我们也曾经输过，对，所以不用太在意，那也不要互相怪队友。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为这是属于团体赛，不是你个人的秀，不是你个人。他们用这种方式在教育孩子，我就觉得说，谢谢他们，他愿意帮这个忙。对。对啊，我相信爸爸应该有这个。知道就是你看美浓国小又地主，然后对压力真的很大。对呀，这个就等于穿中华队的球衣一样。嘿呀，所以在比赛过程结束，比赛是一时的，所以经由这些过来人来给他们最好的意见，我觉得会给他们很多帮助。是。好的，那这一场季军战呢，台中立行国小对上南投新街国小的比赛也马上要开始了。我们这边也是先非常谢谢师母谢谢两位辛苦了。谢谢。好的，那这个当然对于立行国小来讲只是刚刚才落败，4强赛落败，然后马上就要出战。不过呢，其实小朋友只要能够有球赛来打，其实他们应该就是非常非常的开心呐。好了，立行国小将比赛的相棒打击顺序：第1棒王俊成，2棒高玉熙，3棒严雨婷，4棒李以诺，5棒是吴少远，6棒全科燕，7棒是蔡志成，8棒方祖恩，9棒是周耀传。在新街国小的防守阵势，第7棒右外野手武文哲，搭配捕手是傅正峰，1垒手黄俊伟，2垒手是全哲伦，3垒手方恩泽，游击手是全少凯，左外野手张友辅，中外野手全哲新，右外野手是武俊杰，中线。全部姓权二游还有中外。先欢迎立行国小今年非先发球员来到我们的1垒线边。紧不腻呢，就是今天这个讲一些穿一些客家话，紧不腻。今天呢这个天气啊，逆调就是日头，有时候太阳啊，非常的好呢。这个因为前几天那个下雨这个赛事大受影响。所以前面的比赛有打3局，我原本担心如果在下雨的话要打这种1局的 PK 战，还好啦。但是昨天也打了36场比赛，是打很多对啊，总共呢这次比赛有32队，那2支外队包括韩国首尔的水鱼国小，因为水鱼国小他们其实就是美浓国小的姐妹校所以这次他们也表达很想要来参加比赛。另外呢，还有这个中国浙江无锡的东北塘实业小学。
那其实总共光在台湾呢，你看32队嘛，就扣掉2支外队，有30队来自于全台湾的14个县市。那这些小朋友不光只是来打棒球，事实上他们还有参加作文比赛，还有这个美农。这个最厉害的拔萝卜哦，我们萝卜客家话叫做萝卜嘞哦，萝卜就是萝卜，白玉萝卜，让小朋友也亲自下田参与一下。来过的小朋友都很期待，哎呀，尤其踩街啊，还有可以跟这些其他队伍共同同乐，这对他们来说印象会很深刻。没错。那这一次呢，能够打进到8强的、哦，其实你看他们身上穿的都是85号，就是徐生明总教练的背号，对，永远的85号。你看有红色的球衣，有蓝色的球衣，那只要打到进到8强，才可以获得这个象征荣耀的球衣哦，象征荣耀的球衣。哇，今天的这个比赛。我觉得例行国小啦哦，刚刚很多例行国小小朋友看到我就说，真的好想赢韩国。哎呀，真的是要把眼泪擦干。对。因为前一场大概才10分钟前才刚结束而已。是的哦，打得非常激烈了啊。嗯。我们这场比赛，同马在马上正式要来展开。好，那这场季军战呢，当然还是要这个争取最好的一个成绩哦。新界国小刚8点已经先比过一场，所以休息的时间也比较久。刚在旁边，包括教练也跟他们耳提面命一下，他们热身也比较早，所以等于算准备的蛮充足。你刚刚看很多小朋友在前面这样走过去了，都跟他说，像丰田国小走过去说，哎，待会对韩国要好好打。他说我知道。是哈，所以这个国际赛就像老板刚刚讲的，真的就是小朋友心里面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呢。吼，因为他们也是现在资讯非常发达，所以小朋友其实也知道说，哎，对上冠军，当然他们也希望把冠军留在台湾啊。但是有一个重点就是少棒的比赛，就是全力投入就好。是。那过程的话，就是不要说太过自己打不好，不要对自己太自责。哦，这个新街国小的先发投手古文哲哦，2个吉哦，他不是吉哦，古文哲。那少棒的比赛就是比谁失误比较少。不过例行国小现在这场季军战呢，比赛要开始了。比赛开始了，比赛要开始了。例行国小的开路前锋第一棒王俊成在打击区上。有时候少棒我会觉得连着比感觉比较好啊。怎么说？因为其实比赛的过程不会说太累，因为局数也短。那刚刚打完，等于我刚打了3个打席数，现在是接着第4个，所以打击感觉还在啊，手感还在。对。所以刚刚才在激战过后，所以现在感觉就是延续刚刚的打击感觉，接着来。好的，而且小朋友那精力充沛啊，你说真的累应该是不至于说累到哪里去，而且投手也有保护啦，有这个隔场用球数一些限制。哇，反而是新街国小的投手古文哲，一开始3坏球1好球。小朋友喊整场的，对啊，都不会累啊。后球哦，这个好球后球，一上来调整一下哈，先把好球带放球点把它找到。良好3坏了，满球数了。投手的身材不错啊，协调性不错。这个球打成了界外，投手。哇！我真的例行国小在这一次的比赛真的是全垒打大爆发，真的很恐怖。昨天也打很多，今天也有。对呀，还有投到转播室前面。对，这是一个4坏球保送哦，拿个 Q， 飞到后面去了。新街国小总教练是季俊麟例行国小总教练是张晨祥。
当然，立行国小呢，这个也是传统的名校啦，长久以来就张正南教练在那边带了很多的好手出来，带了很久，小头就是他带出来，真的哦，以前还睡在他们的家里，早上骑摩托车把他带到学校上课，然后再比赛，再练球，而且现在第2代。当时小头还有李锦华，现在李锦华的小朋友现在也是张教练带的。是，哇，到垒了，马上第1棒上来之后就发动了盗垒的攻势。今天李以诺很猛啊。对呀。还有这个投手。我们这个测速枪测到95公里呢，对，因为少棒投手板到本垒的距离又比较近啊，跟大人的18.44是不一样的呢，等于出手打者就要差不多要挥棒，再快一点都要拆球打。我们客家话说快叫做夹，夹，该夹哦，很快啊，球速啊，该夹哦，但是坏球啊，3颗坏球 ，5 Q， 我们说坏球是5 Q。后 Q 是好球，3个坏球没有好球。主审裁判喊了一个好球，1好3坏。少棒差不多外角不要太多，高低的话进好球带的一个范围比较大一点。回棒落空，不过这边到3垒，到2垒还不满意，哇，直接到3垒，只是这边挥空了，变2好3坏满球数。没有人出局哦，来到得分的大门口了。这个球出手打成界外。先有机会得分的话，先得分啊，对球队来说比较顺一点啊。内防守圈好像有点缩小这个有了很远哦，哇，直接打到全垒打墙前面落下来的2垒安打，这个看装扮就知道他是捕手。对，因为少棒那个护裆要穿在外面，要穿在外面的，让那个裁判老师也会直接看到你有没有穿，对，直接对他是捕手。哇，这个真的打很远了，第一时间打到就要赶快往回转去捡球了。哇，所以就像爸爸刚说的手感持续着，对不对？直接前一场比赛刚打完，手感还是持续。哇，教练很积极啊，这时候就暂停上来耳提面命啊。我是觉得教练可以多带一点微笑哈，因为你如果太严肃，小朋友会反而比较紧绷一点。是哦。我们客家话讲说会怕会讲哦，就是会怕，如果太严肃。其实小朋友就是让他尽情的发挥哈。我接下来这一棒严雨婷，哎呦，丢到，又丢来我们旁边了。对，又是一个大炮头。不过这个现在打击区上这个严雨婷，哇，这个对8强赛对高雄古岩国小就单场双响炮。对。这个球2垒手接到，要传本垒。safe！ 哇，2垒手还这个尝试的传本垒啦，新街国小。原本第一时间想要传1垒，看到3垒的跑者被吸引到啊，所以最后其实传本垒的时间有点来不及啊。就是啊。多看了一下啊。如果时间来不及，包括捕手这边也可以给他一点指挥啊，拿一个出局数啊。哇，那现在是2比0，立行国小领先，同时还没有人出局。1垒上的跑者是严雨婷，他也是前职棒球员严良吉的儿子，超强棒。那现在这一棒第4棒的方以诺，3垒手接到传，2垒封杀，再送1垒，哇 ，double play！
不错，新街国小这边呢，马上策动了一个双杀，而且这个李以诺，李以诺第4棒的李以诺，让他打一个双杀打，上一场对韩国打双响炮，对啊，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一届的全垒打王。全垒打王了哦。我刚刚听场边的记录人员说，他比赛到现在打6支了。对。哦，这边也是3垒手刺杀了打者出局，结束了一局上半例行国小的进攻，这个半局例行国小攻下2分。我们先休息一下，再来看一局下半新街国小的进攻。我为您介绍南投新街国小张北的先发打击顺序：第1棒是古文哲，2棒方恩泽，3棒张友甫，4棒全哲兴，5棒是傅正峰，6棒黄俊伟，7棒武俊杰，8棒全哲伦，9棒是全少凯。台中例行国小的防守阵势啊，先发投手严雨婷，搭配捕手高玉熙，1垒手是吴少远，2垒手王俊成，3垒手全科燕，游击手是李以诺，左外野手蔡志成。那这场比赛呢，在一局的上半哇，例行国小就攻下了2分了。对啊，这坤斗也后看到了后，米农的蓝山哦，美浓的蓝山也是我们的客家的特色呢哦。我上个半局失了2分之后，其实感觉好像危机有了，但是投手马上回稳了，让李以诺打出双杀打，马上拿到第3个出局数。对，而且李以诺是那个本届比赛打了6支了，对，而且是真的飞出全垒打墙之外的，打到就知道过的那种。对呀，不是说什么跑场内全垒打那种呢，哦，是真的很有力道啊。李以诺的爸爸以前也是有同队过，李锦华。李锦华，一脸就长得像洋将这样。对对对，也有打过墨西哥联盟，真的资历非常特殊啊。现在是考3猪，真的。而且李锦华之前有打过统一狮队，打过台湾职棒大联盟哦，纳鲁湾的台中金刚队，3垒上空的飞球，3垒手把这个飞球给接杀。非常正确，一打起来在自己的上空就先喊声哦。我让旁边的队友也比较好处理，最后自己把它接起来。一出局了，打击要轮到是第2棒的方恩泽。我例行国小的投手严雨婷。严雨婷就好像控球就稳多了，哎呦，这个球也挥空，速度也蛮快的。正中2个王牌，李以诺刚刚已经投球先发了。严良吉也是我的学弟，也是北体的，现在也在带球队啊。所以也是非常忙啊。而且他们家 Sunny 呢，我们说客家话讲小朋友的 Sunny 呢，打棒球了呢。李以诺家里6个兄弟姐妹，台湾的未来就靠他们了。真的真的。李锦华年纪还比我小一点，生了6个哦。对，太太也辛苦了呢。太太也是国手也是垒球的国手。
所以真的家学渊源这样子。真的。那小朋友应该都是运动神经非常厉害的。李以诺家中排第2，上面有一个姐姐。姐姐现在在台中打快垒。哦呦，真的。这个球打穿了中路防线，形成了安打。哎，南投新街国小现在也有所回应了。原来是军就攻占上一垒，新街国小上场打击第3棒外野手张友福。少棒的比赛有时候气势上来，会打不停哦。对呀，所以为什么少棒会很多时候都听他们在场边喊声呢？就是把这个气势维持住。轮到第3棒的张友福，南投新街国小这个棒球队，其实他们的故事也蛮激励人的啦。因为你知道，其实921大地震的时候，对，那虽然已经是17年前的事了，不过当时整个南投的一些棒球场什么都完全不能够用哦。哦呦，这个右外野手 ，nice play，nice play，nice play， 立行国小右外野手周耀传。6星级的守备美技啦，哈，把这个飞球接杀之后，再传往一垒的跑者来不及回去了。新界国小一局下半的进攻有一支安打，但是是变相的3上3下，没有得分。一局打完是新界国小0比2，2分落后。欢迎收看由客家电视台哈卡电视台在高雄美浓国中棒球场为您所转播的第4届启成敏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这场比赛台中立行国小对上南投新街国小，比赛进入到2局的上半立行国小的进攻，立行是2比0领先。哇，这个立行在上个半局哇也有。真的超精彩的守备美技了，哇！超级 nice play， 超级 nice play， 哇！这个有职业水准啊，因为最后是滑接到之外，又传一垒又传得准啊，是非常准哦。立行国小的13号右外野手周耀传哦，他是第9棒的小朋友，哇！不，你看这个从画面上看到这些小朋友们哦，看他们来打棒球，其实能够来比赛哦。就是他们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对，而且蛮不错，现在装备都蛮齐全的。这个球结果挥棒落空，遭到了3振了。这是立行国小第5棒的吴少远。小朋友的反应都很直接哦，就是被3振就很懊恼。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尽情发挥啊。那在场上的话，就是注意球场该有的礼貌，还有该有的自己的礼节啊。那从中去吸取经验。现在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全科燕，全科燕145公分。第1局呢，新街国小的先发投手古文哲比较不稳，不过这第2局感觉有点进入状况了。第1局比较多球路是偏高啊，
所以这个小朋友也是一样啦，就投手的第一局，就看他前面的准备，有时候是休息太久。哦，对对，对啊真的，要让它顺一下，热开来。哎呀，毕竟这个少棒啊，并不是像我们常看职棒的一些投手一样，所以少棒其实需要更多的鼓励，还有在场上让他们整个身体顺了之后，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他自己也很想要投好，漂亮哦，某大就是我说客家话说没有打，某就是没有，某大站得不动被三振啦，哇，连投2次的三振，对，这个内角球塞得非常漂亮啊，中华垒手方祖恩2出局了，轮到第8棒的方祖恩，那这边也跟观众朋友提醒哦，今天11月29号礼拜2在下午的1点30分、1点半啊，大家这个看完这场比赛之后，紧接着1点30分呢，也会为大家做 live 直播，冠军争霸战啦。这真的是国际赛的规格。对，冠军赛就是我们台东的丰田国小对上啊韩国的水鱼国小，争夺这次的徐生明少棒赛的冠军。那包括客家电视台，还有客家电视台 YouTube 频道，还有我们博斯无线台，还有麦卡贝很多的平台，还有 Fan TV 欢乐看这个东森新闻云HiNet 都会为大家做 live 直播。所以现在看球赛越来越方便了。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开着听哈。是哈。结果挥棒落空也被三振，这个半局胡文哲 KKK 连3K 啊，连投3次的三振，让例行国小3中3下没有得分。2局上半打完，例行还是2比0领先。来看比赛哦，少棒的比赛，森林诶 ，Bonq 啊，小朋友的棒球。那这场季军战呢，来到2局的下半了，南投的新街国小进攻。新街国小的投手稳下来了那看看他们的打击方面如何。这个半局新街国小2局下半，0比2，2分落后，是从第5棒的傅正峰开始打起。哎呦，快要投到100公的耶，98了，刚刚看到了。其实看他的动作，整个协调性很好，出手的一个挥背速度是蛮快的。有打棒球的爸爸，有时候爸爸会觉得说啊，小朋友如果打棒球的话，感觉很累。所以一开始可能都小朋友要打的时候，都会跟他说啊，其实打这个很累，你要不要多想一下？对啊，这一个球中间方向穿越出去，形成了安打。新街国小这场比赛第2局的安打了。全哲兴。这个半局是很好的开始。对，全哲兴第4棒的全哲兴，稍微受到挤压但是滚出去的一个位置相当好。
少棒比赛最忙的是教练。教练哦，在比赛中要给小朋友一些比较明确的方向。那出现一些好的状况或者是坏的状况下来，也要刚好趁这个时机去教育。这个少棒比赛我会看到很多的盗垒，对，又盗垒成功了。我这个攻守蛮精彩的，投也投得准啊，那跑垒也跑得很快。哦，2分落后的新街国小，现在没有人出局，攻占上2垒了。所以少棒比赛通常听到教练就是常挂在嘴边，就是要稳定哦，要稳哦。对，状况一来啊，小朋友的一个心情起伏会比较大。哇，保送哎哦，保送了，我们客家话说，这时候现在轮到第6棒哎，黄俊伟那个时候，强攻吗？对，没有摆短棒哦，左打。棒子刚刚晃了一下，虚晃一招。我左打当然现在打在跑垒员的后面是蛮方便的。新街这边决定强攻，现在也才2局下半了哈，只是说少棒是比6局而已的，就是了。但是现在还是以强攻为主。但是这一次现在把棒子比出来。哎呦，要点某？没有，没有哦。你说某就是客家话讲的某，就是没有。好，再把暗号打一下。不过现在已经是量好球了。量好球还要点吗？应该是收回来吧，收回来打。挥棒落空，没有打到啊，没有打到啊，被3振了。进垒点比较高哈，然后打没有插到球。哦，袁雨婷的投球节奏蛮快，而且球速也够啊。挤压到了，投手正面接到之后传2垒那边封杀，再送1垒这边 safe。哦，没有造成双杀。这球投手正面，当然因为少棒垒包跟垒包距离比较近啊。我在2垒跑者过去的时候少了一个滑垒，急停的时候也会比较危险一点，对自己的脚啊。会比较大的负担，如果可以的话，滑垒会比较顺一些。但是要滑垒的话，还要看到自己有没有练到那个阶段。对，所以每一个小朋友的阶段不太一样。我们说这个某练过哎吼，没有练过的不要随便尝试滑垒啊，漏掉，哎呀，结果没有能够抓起来，有几手漏掉，2垒手。就脚一直不肯离开2垒垒包，看能不能捞到，因为是2垒是封杀的状态，但是没有捞起来，所以呢2垒那边也 safe， 所以3垒跑者回来得分喽。新街国小打破鸭蛋啊！新街国小接着上场第9棒游击手全1比2哦，2垒手跟游击手，哎呦啊！投手正面挡下来，哇，手套都掉了，徒手抓起球来传1垒。好拼哦，投手严雨婷。哇 ，nice play 啊！哦，不过在2局下半，新街国小有打破鸭蛋攻下了1分了，2局打完是1比2，1分落后。
也是有非常多美浓 A 雄禽哦，美浓的乡亲们哦，虽然说美浓国小没有打进到这个前面的比赛，还是哇美浓很多美浓的乡亲们呢，每一年其实都很期待哦，这个徐生明少棒赛联美浓哦，在我们美浓来举行。现在活动也越办越大。哎呀，哦。好，现在3局上半啦，立行国小1分领先。现在打击区上的是第9棒哦，第1棒好，现在是第1棒。哇，只有1分差而已啦。古文哲刚刚回稳很多，3上3下，而且3个都是3振啊。小朋友投顺了之后，整个感觉就会出来。对，哇，这个准啊！速度还来到96公里。而且第1局的时候有没有看他的球一直往我们转播室这边，就是超过主审的头了呢？对，所以制造那个3振之后也稳定下来。没错。好，一垒手黄君伟把这个球给接杀啦。例行的第1棒王俊成出局，现在2出局了。投顺了之后，其实立行国小出棒有点跟不上。打了好几个都是滚地球，或者是稍微折到。高玉熙哦，你看他的护具上面还有写个熙，他的名字有没有？这蛮特别的。对呀，克制的哦，非常的特殊啊。从小朋友的动作，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职棒选手的影子。这是他的偶像。哎呀，所以如果上来有一直拉袖子，还拉2边，就是学泰山了。我看哇，他护具有拿一个西，他名字特制的。我们说客家话说很漂亮，说过奖啊，过奖，那个大家应该比较有听过嘛 ，Samuel 安讲那个过奖，哇，连续4个坏球 ，5 Q，4个坏球保送啦，对，还有那个特制的，别人也不可能拿来用吧，太明显了。有时候没带到，可以跟他借一下，可以借一下。好，立行国小。以前打球的时候头盔不够，有时候只带4个，所以有时候打完还要赶快把头盔拿给下一棒。以前真的蛮克难的，我现在小朋友算幸福很多，就场地的部分也很漂亮，像这一次，包括志工还有很多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啊。4个就是紧绷啊，头盔啊，对，满垒加打击者，就是紧绷的。打出去如果出局，他自己那个头盔要赶快拿给下一棒。现在打击轮到是第3棒的严雨婷，哇，这个全垒打很厉害的，强棒，那是左打。严雨婷165公分，53公斤。国小这样的身材算非常棒啊。整个架势是不错。哇！反方向左外野方向的平飞安打。你光听到打出去阿达利的声音就不一样。董威欧龟威欧就是很厉害，很会打。龟威怕，龟威打哇，这一棒也是恐怖啊！接连的强棒。对，李以诺。哇，这次比赛已经。高点比呀，飞出去呀，飞出去耶，飞出去了！中外野方向的全垒打，3分打点的全垒打，哇！本届比赛个人第7支全垒打了，哇，太猛了！哇，李以诺。好恐怖第7支了哦！所以我们见识到了163公分，52公斤呢，他是93年次的，民国93年次。
飞出去也哦，我们说客家话说飞出去了。哇，这个没办法，真的进垒位置有速度，而且也在比较高的地方啊。哦，真的是不同等级的挥棒啊。对。哦，接连2棒都非常猛啊。对呀，12岁而已。哦，这个镜头就看到爸爸后面杨将有没有？对对。李锦华，哎呀，哎，6支啊，第6支啊。对。今天3响炮，第6支全垒打。哇，太猛了！对啊，他在对8强赛对古岩国小就单场双响哦。那之前对中国浙江无锡东北塘实业小学也打过一个追平的2分炮。那他也会投球，不过他说他打击比较爽，比较厉害，会听哦，很开心哦，听就是很开心。2垒手一下漏掉，捡起来小抛球到1垒，还是刺杀打击的第5棒啊，吴少远。3出局了，不过在这个半局，立行国小哦，一下靠着李以诺的3分全垒打，现在把分数拉开到5比1了哈，领先4分。台中立行国小的李以诺，懂厉害哦，归厉害哦，非常厉害啊！哇，在先前的比赛就3支全垒打，那今天在4强赛虽然他们落败，不过他对韩国水鱼国小也打了2支，然后刚刚又打1支3分炮，今天就单天哦3支，现在已经累积了有6支的全垒打了。哦，不过南投新街国小这边呢，第1棒的古文哲他自己投手哦，也先敲安打，哦，也是强棒，也是强棒。那排第1棒就是有很好的脚程。李以诺刚刚漏接了球队失掉1分，他自己打3分回来。哇，真的着实帮他爸爸李锦华露脸了，在这次的许生明少棒赛里面哦。在4场比赛，从单败淘汰16强的这边哈，6支。我刚刚看到的挥棒真的不是一般等级的少棒哦。我感觉已经很靠近身体了，最后瞬间的爆发力、速度完全赶出来。哦，这真的是非常棒的一个爆发力。到3垒。哦，哇，感觉球有先到，最后触杀的时间可能比较慢一点。哦，捕手的传球是传得很棒。立行国小捕手高玉熙，他觉得小朋友的感觉不错哦，传得很好啊。最后，我们怕，我们客家话说我们怕就是没有关系哦，没有关系，我们怕。我刚刚师母讲到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棒球是团队的运动，所以不需要去指责自己的队友，或者是感觉不好这样子。哦，重点就是把整个感觉比赛还在进行啊。哦，结果中间方向穿越了安打，第2棒的方恩泽啊。
哎，这边也有追回1分了哈，2比5。还没有人出局啊，这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攻势。哎，现在轮到中心打线喽，张有甫。上一次打击哦，就是右外野一个被右外野手周耀传的 nice play 给接杀，对，然后再回传一垒，当时一垒有跑者，就变成一个 double play 啊，就是张有甫打的也蛮远的。游击手正面接到先传2垒，再送一垒这边也 out 哇，张有甫这次是继双杀打了，上一次是双杀手背。哇，这个经验蛮难得的。对呀，他打2次14个，但是都打得够强劲才会这样。对呀，打得够强哦，就是打得很强劲呐。哎，如果我们硬要看内容的话，其实都打得不错。是，包括第一次打到右外野，跟这一次打到游击手，都打得很强劲啊。所以其他小朋友不要笑他了，好不好？对，我们这边球评要把潘中伟。专业，我也很会双杀，是，他也都是打得很强，对不对？我们那个专业的讲，他其实真的打得很好啦。结果这边又投出了3振了新接的第4棒啊，全哲星。3局下半新接国小是攻回了1分，3局打完2比5，3分落后。欢迎归来，欢迎回来看客家电视台在高雄米农为大家所转播的许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季军战。所以呢，比赛来到4局的上半啦，立行国小的进攻，立行目前是5比2，3分领先。这个半局首名打者是第6棒的全科燕。我觉得小朋友真的很直率啊，就是包括前个半局那个捕手啊，抓3垒没抓到，一直皱着眉头，啊，这个球裁判判好球，那小朋友就很直，头马上要低下来。对。所以这时候让他们多理解啊，你有情绪当然很正常，那该怎么想会比较好，这比较重要啊。哇，结果这个球挥棒落空，找到3振。所以少棒啊，尤其刚这种启蒙的阶段，就多尝试。对，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尽量去试看看。这个外角投得很棒啊。一出局了，打球轮到第7棒的蔡志成。上一次打击是遭到了3振。蔡志成的身材非常好啊。哇。蔡志成有166公分，51公斤，166。这也是巨炮的身材啊。哎呀。我今天呢来到现场，就有宽斗啊，就有看到韩国水鱼国小的小朋友，那就一个超大只的那个一垒手真的有够壮的。对呀，那我就问那把潘中文说：“你小学有这么大一只吗？”没有。我说这是小学生吗？等一下呢，
今天11月29号下午的1点半，我们就会为大家现场直播 live 直播冠军赛，就可以看到了哈。水域国小对上我们台东的丰田国小，就可以看到他那个身材有多么大只。师母有特别提到，这一次来的包括韩国队的水域国小，还有大陆来的国小，来到球场这边都很有礼貌，而且球场的礼仪都做得很好。他觉得说小朋友，包括他自己看到这样，也都觉得很棒。希望这样的比赛都可以继续更扩大下去啊！当然要请外队呢，第一个就是经费的部对分对，就希望各个单位可以多多的帮忙啊。现在呢，我看一下哈，空1号再换上11号的代打徐荣恩，立行国小这边。对，本要轮到这个林少恩的打击，那现在换徐荣恩。要到98公里的快速球了。第8棒的这个棒次原本从方祖恩，然后换成林少恩，现在又徐荣恩，都是恩，一个很巧合哦。北上有这个蔡志成，哇，投得够准，在外角这边呢。他啦哈，这个难得有上来打击的机会嘛，所以有时候代打上来不像刚刚先发的这种打击感觉不错，代打上来第一个重点就是好球就积极出棒，打了就会有感觉啊。可是小朋友平常不常上场，好不容易上来代打，总会就会怕怕的吧？所以教练一开始在旁边要给他很多的信心你上去，你平常怎么练该怎么打你就怎么打。因为比赛就是这样，一犹豫整个机会就过了。那打了就会有经验，就会有感觉。总得强啊，不可以害怕。哇哟，周耀传今天有 nice play 的右外野手，一个小个头的第9棒打一个欧法中外野方向的安打，一垒上的跑者，哇，蔡志成。跑了3个垒包回来得分这个有得跑了。对，周耀传也上3垒了。而且我刚刚观察到，好了，这个蔡志成因为吨位比较重嘛，他本来在1垒，他跑3个垒包回到本垒的时间还比这个打出去周耀传上到3垒还慢。对，因为他已经跑上3垒，他还没踏回本垒。这个周耀传，因为他回来可以慢慢跑因为球来不及，后面那个就要跑快一点，因为球差不多已经回传回来。所以不是说他这个吨位是比较大一点。是啦，这个我很了解。他也不是说，因为是预估来得及所以不用说尽全力冲，可以轻松一点轻松一点。又看到周耀传已经滑上3垒了，那这个蔡志成还没回到本垒。常常看到少棒都是后面追前面那个，后面那个拼命跑这样。2出局之后打出的安打，打回了打点最珍贵的喽！哇，现在6比2了。现在例行的攻解看起来蛮顺的上个半局也是2出局之后保送开始。是。这个半局也是保送之后长打，又得到1分了。所以掌握机会的能力都不错。例行虽然这个阵中有几门重炮，对不对？严雨婷、李以诺，包括蔡志成，就是刚刚那个这个166公分高的蔡志成，之前的比赛打过全垒打，对。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那种压倒性的，他们还甚至输给过屏东的太平国小，对，就是说他们其他的选手火力也必须要接续的上，对，因为是团队运动嘛。因为现在少棒不像以前比较精英式的，所以现在就是
差别会稍微大一点点，这很正常。第一棒的王俊成2垒方向滚地球遭到了刺杀，不过在4局上半，例行靠的第9棒周耀传的3垒安打又追加了1分，目前6比2领先4分。例行国小虽然在这场比赛，大概早上11点40分左右开打，之前他们在11点20分才输掉4强赛，对，真的。但是哇，这场季军战他们真的没有这个太难过，受到一些影响今天比赛已经打10局了，是，接着前面一场啊，一路打下来，我小朋友体力真的很好啊。那这个半局呢，中外野手刚刚代打11号许荣恩没有上去守备，换上是3号的罗义忠，去守中外野。这样的比赛就是要充分的让队上的所有选手都可以上场。对。那我记得，是威廉波特还是什么比赛，还有规定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上去哦，对，就是全队，你只要在这个报名名单里面的这场比赛，一定都要上去守1局或者打1次，就是让大家都有参与感。那个其实蛮考验教练，没有错，因为他还有再上场的这个规定哦，你还可以再上场，你这个上去之后，已经等于被换下来，但是你还可以再上场哦。这样子才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参与到，就是很考验教练呐。谁上过，然后守备位置什么的，都要在他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啊下去运行啊。徐生明少棒赛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我们还是按照原来的。就每个少棒赛办的理念都大致相同，可是有一些细节会比较不一样啊。好，现在南投新街国小。也是一样他们已经连续从第2局开始，连续3个半局，该局的首名打者就上垒喽。对。那刚刚上垒的是第5棒的傅正峰，他是2次打击都获得了4坏球保送。轮到的是第6棒的黄俊伟，黄俊伟上一次打击则是遭到3振，这个球打出去了，2垒手接到之后传2垒先封杀，再送往1垒，1垒这边是 safe， 封杀1垒往2垒跑的跑者出局，一出局打者靠野手选择上垒。那像这个球，因为它弹跳比较高，所以2垒手等在那边也是正确的了。正确，因为要往前的话，可能第一个弹跳就要抓得很准如果没有抓到，第2个弹跳也可以抓到。那至少他离2垒垒保是很近还是可以很顺的拿一个出局。所以等在那边也是正确。现在。换投手了，温投数换投手，他们是一垒手跟投手对调，一垒手是吴少远，7号的吴少远，那严雨婷来去守1垒。不过其实，在少棒这个阶段呢，每个选手都算是工具人，然后对呀，龟后庸双刀流工具人，对，
墙头好打。哎呀吼，哇，这边第7棒啊，新街国小的武俊杰，哇，不错，很有气势哈，先大喊一声，对。而且他是指着投手哦，这个在职棒就不行了。其实少棒常看到，常看到啊，通常是激励自己，并不是说针对对手。对，不是说挑衅投手。对，只是他刚好就是棒子朝前哦。而且展元，你知道吗？小时候有时候比赛很紧张，喊完之后身体就放松。哦，因为我小时候也常喊。是啊。因为拉爸的绰号就是他声音很洪亮，小时候就是声音很洪亮哦，喊声，对，喊出来，喊声也要注意，喉咙不舒服要停，不要像我这样声音都破了。哇，适可而止。刚一个爆头一垒跑者上2垒，又来，要跑3垒，有球传过去。safe， 又 safe， 哎，感觉球都先到啊！哎，这个捕手又眉头又皱起来了。这一次感觉手套也放在那边哦。没关系，没关系。唔怕哦，互相鼓励。对，过来哦。再来啊！感觉三垒手也把手套放在那边呢。等着哈。这个例行的小捕手高玉熙哦，一直皱着眉头。对，但是现在是新街国小的机会啊。对呀，良好3坏满球数了。哎呦，这个第一箭侧投，来一个第一箭侧投，4坏球保送。不过像特别是少棒啊哈，就是所谓的换投手，第2任接替的投手，大部分都是在场上的球员，对他就是没有在场边先热身好啊。那什么时候刚上去的时候，也只能练几球，有没有热身妥当啊？清脆响亮，3垒手球挡下来，但是没得传了，3垒跑者回来得分，这应该可以记一个安打了。对，因为打出来的位置比较高一点。3垒手并不是很好接啊。对啊，3垒手是全科燕，打出安打的是新街的第8棒全哲伦，有1分打点。那像刚刚现在的投手是本来的1垒手吴少远，又安打。哇，现在是满垒了呢。状况来得很快啊。对，全少凯也是打第1球，那也是安打，2垒的跑者是停在3垒。轮到第1棒的古文哲，古文哲今天他也是主力投手嘛，先发投手。那今天第2次打击还打一个中外野欧瓦的2垒安打哦。这个有长打的实力啊。哎呦喂啊！丢人啊！丢人啊！丢人啊！触身球打到了。出手的时候勾到了。哇，感觉蛮痛的。勾到大腿了，右脚这边啊。会痛哦，很痛哦。已经往后跳了，但是球是投在比较后面的地方，还是丢到了。是有1分打点啊，但是真的很痛。他等一下还要投球呢。对，还是要看看待会会不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投球啊。场边呢给他拍拍手不过徐生明少棒赛都有很多志工，包括还有防护人员都在场边担任小朋友的防护天使，都很注意。打第1球，哇，安打，满垒的状况，又还要跑回来，2分进来，现在分数追平了。对，方恩哲今天3支3呐，状况很好。而且刚刚2分打点，前面还有1分打点，他已经包办3分打点了。哇，第2棒的方恩哲猛打赏了，3支3。那现在原本1垒哦，刚刚触身球被打中右大腿的古文哲还跑到3垒，一路虽然脚很痛，还是一路跑。
竟然是一出局啊，1-3垒有人，还会盗垒啊。又换投手了。又真的刚换上来投手，对，压不住啊。少棒通常就是换到可以压得住为止。那现在是把2垒手王俊成拉上投手丘。这样的调度在少棒常看到。是，王俊成153公分，45公斤。不过小朋友不知道心里面会不会有个谱啊？就是，看到同学啊，快撑不住了，应该是要轮到他了，做一下伸展。对，或者教练给个手势。你讲的这个，我们少棒就是这样。真的哦。以前我是捕手，投手投不稳的时候，教练一上来就是我把护具脱下来，走上投手丘当投手，投捕互换这样。对。对，投捕互换的话，护裆就要当场穿了。对，还好都穿在外面。是啦，直接脱下来。对啊，6-6平手。这个没有戴打击手套。盗垒。战术。对哇，漏掉了，3垒的跑回来得分，分数超前了，那里上到了3垒。新街国小现在将分数给超前，7-6领先立行国小1分了。原本的战术就是如果有盗垒就投给投手这边，防止3垒的回来啊，但是没想到投手投到3垒，最后是形成失误啊，比较可惜一点。就是前面算是成功了，对不对？就是投手拦截。哇，这个有停顿之后再投球啊，2段式啊。3垒手这个球拦截的不错，传1垒那边呢，哇，1垒手是脚离开1垒垒包，然后去接那个球，3垒跑者溜回来得分。长距离的传球，最后传了一个瓦曼斗。所以最后也没有进到1垒手的手套啊。对，这边也要记3垒手一个失误了哈。接得很漂亮，看了一下3垒，最后传了一个完曼头。1垒手是离开1垒垒包了哈，先接住球再讲。所以第3棒的张友甫有1分打点，8-6了。现在又进入到新街国小的第4棒，全哲新的打击，上次打击是一支安打。那1垒手是刚刚换上去的16号的杨承勋，已经打了第9个棒次了，在这个半局啊。DQA 第9个 DQA 拧第9个人上来打啦。有时候要增加好球带的这个感觉先把棒子比在前面。要投的时候收起来，你棒子比在前面的时候，感觉会有一个击球点。可以帮助他的一个击球。这些过程都算是在训练当中常看到的。这个很远勾逼出耶，全垒打，新街国小这边的第4棒也开炮了，全哲新一支2分全垒打，把1垒上的队友都给送回来。哇，这个我刚看到那好像棒头而已挂在打在棒头上，结果飞这么远比岸远飞那么远有这个屁股有旋转这个腰一扭，打到距离很远。哇，
10-6了哇！本来是2-6哎，这一局已经打8分进来了，打了1轮了哈。现在还才1出局。对对对。现在进入到第5棒。傅正峰已经是这个半局第2次上去打击了，上一次他是获得4坏球保送。今天傅正峰上去都是保送上去的啊，2次都是保送，都获得保送。这时候少棒最需要就是靠着声音了，把整个情绪稳定下来。所以在危急的时候，或者是对自己比较劣势的时候，靠着声音啊，把自己的士气提振上来。但是立勤国小这边会把先发投手换下去，可能也是想说他前面几场也是很累了哈，什么的哈，有没有让他硬投这场季军战？傅正峰这次也上垒，但是是左外野方向安打。现在打顺了，感觉很好。所以上来进到好球带都很积极出棒。真的，第一个球就出棒了。还有前面有跟大家分享哦，南投新街国小就是在921地震南投地区啦，包括他们那个德兴球场、棒球场也组合屋也就建在那边哦，所以其实，在南投的这些小朋友就棒球的发展，其实那段期间是蛮低迷的，都没有场地练球什么的。新街国小这几年来也是慢慢的就打上来了，然后很多的这个球员哦，他们都要翻山越岭啊，去念书。哎呦，这么拼哇！一垒手杨承勋刚刚换上去的，这个对一垒手来讲很危险，但虽然很拼啊，有刺杀打者出局啊，因为怕手被钉鞋踩到。所以像这样子，接下来可以练一些啊，你要往一垒冲，最后是滑垒进去。这样子避免跟跑者会有相撞。三垒手接到之后传一垒，有了，稳稳的传一垒。在4局的下半哦，南投新街国小一口气攻下了有8分，4局打完反倒是10-6，4分领先。欢迎回到客家电视台。在这场季军战打得有来有往，一开始哇，台中力行也有出现了全垒打然后分数6-1、6-2这样子领先。那现在呢，反而是4局下半，南投新街国小单局灌进8分，出了一个大橘子橘子客家话叫做港美港美，吃一个大橘子攻下8分，现在反而是10-6，新街国小领先4分了。全泽兴的2分炮，方恩哲也有2分打点。方恩哲今天还3支3了，刚打了整整1轮又超过。来到5局上半立勤国小的进攻是从第2棒的捕手高玉熙开始打，前2次打击也都上垒，1支2垒安打，另外1次获得4坏球保送。场上投球的古文哲要看一下这一球呢，有几手接到传一垒呢，来不及了，内野安打。
没有，因为投手古文哲前一个半局打击的时候被触身球打到右大腿，哈，还好，刚刚看他在跑垒，从一垒跑到三垒，过程好像还蛮顺的，没有大碍啊。但是打到那一下，感觉是很痛啊。对，我现在当然是忍痛在投球啊。现在决定要换投手了。啊，中外野手跑进来，投手跑到左外野去，左外野手跑到中外野去，哦，是这样子。所以中外野手全泽兴，哇，这又是墙头好打，有没有？就刚刚打全垒打的全泽兴上投手丘，中外野手。少棒很多这种话，正中就有一些王牌啊，大概有些是6年级的，身材条件也比较好，技术也比较成熟一点。我一上来练投第一球100公里，哇，这个速度很快啊！最强的哦，这场比赛最快的了哦，因为这个两队先发投手前面看的都是最多98啊，跟他来一个100，对啊，现在少棒可以投100公里，以后到成棒职棒以100迈为目标哈，现在是公里嘛。对，以100迈就是160公里为目标，对，可以哈。所以这个培养的过程，教练好好顾，好好把它顾。对。这种王牌投手肩膀都很宝贵啊。如何球速从100公里到100英里的过程，好。现在运动科学越来越发达，这些训练就慢慢寻求专业。100公里，100迈啊，100英里是160公里，对，乘以1.6嘛。人家大谷投到16几啊，169啊，165、167，哦，真的，对啊，165公里的那种快速球。这个很注意一垒跑者啊，有模有样呢，哦。当然现在领先的分数有到4分了，是，所以就是先把目标放在拿出局数。投球节奏也加快哈。对啊，节奏很快，就是但是自己的一个顺畅度还是要先拿出来。现在投了3个坏球，3个坏球啊，3个坏球啦。这个球投进去跟打者硬拼，左外野方向的高飞球，结果在全垒打前面墙前面落下来。一垒的跑者是停在2垒，对，这么远的一垒安打。因为在跑动的过程也一直在看有没有接到的机会啊。所以。但是如果这一球打出去，是可以再出去一点，落地之后可以顺势往3垒冲，3垒跑，对，是可以再放心一点的。还是他，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刚打击的是严雨婷哦。所以你看落地的时候，其实一垒跑者高宇希并没有离开垒包很远。对，刚刚是第3棒的严雨婷，也是。强打者颜良吉的儿子，还是他觉得啊，虽然跑2垒可以，因为下一棒李以诺会1棒送回来，没有这边稍微一个漏球跑3垒，但1垒的跑者没有跟进，没有注意到，没注意到，对啊，这个1垒的竟然没有跟进上2垒，借这个爆头高玉熙上到3垒，现在是没有人出局3垒。还是他觉得反正李以诺会全垒打，哪一个垒都一样，待会可以慢慢跑回来。不过这边还是要教小朋友该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在后面的跑者就是要注意前面的跑者。前面有跑的话，捕手通常会往3垒投，所以你跟着跑，安全的几率很高啊。有时候双盗垒也是这样，1、2垒的时候要互相有一个感应在。哦呦，这个3垒跑者跑了，
高飞牺牲打。哦，距离够了。对，林以诺高飞牺牲打1分的打点。不过这边哇，林以诺这场比赛个人4分打点，哦，那现在7比10，7分里面有4分他打的。不过这边话又说回来啦，如果刚刚1垒跑者有跟进上2垒，这个右外野飞球他还可以上3垒。3垒还有，对啊，现在也才1出局，站3垒跟站2垒，那甚至他现在只有在1垒，还有盗垒的，所以这边也是像球评。潘中伟就是会告诉这些小朋友了，他们可能也会看我们这个现在的网络也很方便了哈，这个随选随看都有这个影片可以看。所以就是细节的掌握，那这些当然必须要很多状况是要先放在球还没有投出来之前，你要先想好。比赛过程瞬息万变了，如果靠场上的反应，有时候会来不及。对呀。所以有时候教练会特别花时间哦，不是练球的时候去询问选手知不知道这些该怎么做。哦哟，垒手，垒手，这个球挡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是停了，但人就冲过去了哦，重心来不及抓回来。这时候旁边的1垒手或游击手可以适时给他鼓励了。每个人都想要接好，想要打好啊。大范围的移动啊，拿到就来不及了。以前小朋友的时候会有一些情绪性的发言，说啊不，你来行，不然你来接啊。对啊，不可以这样打击轮到的是第6棒的全科燕。小朋友可以试看看，你多鼓励，看结果好不好？对，通常多鼓励的结果都会比较好。那大家都想要赢球，就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会不错。1垒那边，哇！全科燕也很努力的冲1垒啦，不过还是被判定是一个双杀打。所以3垒回来那分就不算喽，所以5局上半的秦国小只追回了1分，目前7比10，还有3分落后。比赛进到5局的下半啦，有各队美浓的乡亲来看比赛，那等一下呢，就要在下午的预计11点30分要来举行冠军赛啦，由韩国首尔的水鱼国小对上我们台东的丰田国小。现在5局下半，新街国小的进攻，这个立行国小要换投手了，果然就是投捕。现在是捕手，高玉熙上投手丘，本来的先发捕手。徐生明徐总教练就是高雄美浓人哦。那其实美浓这个地方是，它其实是一个农业的乡镇哦，美浓镇。其实长久以来它都还只是一个镇，都也没有升格哦，就是一个镇，一个很淳朴的一个小乡镇。
那最早呢是种烟叶的很多，然后种香蕉，然后最近的米农哦，就是发展那个种很多花啊，到春天的时候一片花海，吸引很多的观光客，也大家有机会也来美浓走走逛逛，这边也有一些民宿哈，一个很淳朴的美的很浓的小乡镇。高玉熙上来呢，就先解决了打者了。捕手当习惯啊，很习惯看休息区教练有没有什么指示啊。哎呀，有几手没有拦截到。让新接的第9棒全少凯上到了1垒。这个角度也是很刁钻了，但游击手有一点机会。李以诺碰到手套啊。对呀。靠近垒包这边啊，但是这个弹跳最后弹的速度比较快一点。我记得他爸爸李锦华以前不知道守哪里，1垒。1垒，对。左打者，我有特别问说，有没有让小朋友练看左打？他说有练，但是不习惯了。哦。那比赛的话用右打为主。那左打的话就是看如果喜欢当做兴趣这样玩也 OK 啊，看会不会打出一点感觉。对。现在左打者都蛮吃香的。对啊，右投左打哦。先前转播那个原住民关怀杯少棒赛，那高国庆来当球评呢，他就说他很后悔当时没有练好左打，不然他双杀打就不会那么多，多一步差很多。对啊，多一步真的差很多，不过他全垒打也很多了。哎呦，这个球没接到，没有接到啊！中外野手没有接到。哇！1垒的跑者全少凯全力冲回本垒得分，哇！打击的古文哲也上到了3垒了，哇！11比7，新界国小又要回了4分的领先。古文哲今天打得很好，前一次还被触身球，哇！这一次打3垒打。对，今天有一支2垒安打以及一支3垒安打。现在才1出局，3垒有人，哇，出棒很积极啊！方恩泽今天已经3支安打喽，已经打3支安打了，然后也贡献3分打点了。今天安打都往中间打，3支都是中外野方向的，不管是，哎呀，丢人呐，丢人呐！有了，小朋友赶快扶一下帽子致歉致意一下这个礼貌出生球。哇，这个没办法闪，对，那个没得躲，太快了，这个球太快了，直球过去。比较好闪的是比较低或比较高一点的，往屁股这边来的，通常都是最难闪的。第一颗球就出手，游击手接到抛2垒，1垒那边是来不及，而且还漏掉。3垒跑者又回来得分了，张友甫也有1分打点，刚刚打击的是第3棒啊。滚动的比较慢所以这个就算没有漏也来不及啊。不过现在是2出局了，1垒还有跑者，轮到第4棒前面打出全垒打2分炮的全哲星，刚刚投球可以投到100公里。哇，阿达里很扎实，左外野方向的安打。挥棒速度真的很快，而且这一球稍微缩着手在打。今天他也猛打赏了，1垒的跑者则是上到了3垒因为从1垒跑了2个垒包。我看身材就不一样，感觉是有肌肉这个挥棒真的很快啊！哇，不过呢，5局，哎呦，这个盗垒，对，一样的战术先投给投手。因为现在是12比7，是5分差因为
这个有规定呢，4局10分，5局7分提前结束，也就是说垒上2个都回来的话，要提前结束比赛。例行国小连6局上半都没得打了，少棒是打6局嘛，好，但是还是有口斗提前结束的规定，只要这一棒出去，垒上2个回来就要提前结束比赛喽。5局差7分，现在已经差5分了，上得点圈又有2个人，再见分在2垒啊。对对对。这一棒也落地啦，右外野手没有接到，比赛要结束了。2个跑者回来，第5棒的傅正峰，这也算另类的再见安打了，一棒把比赛给再见啦。对。14比7哦，就7分之差。南投新街国小提前在5局结束，打败了台中例行国小，拿下了第4届徐生明国际少棒锦标赛的第3名季军。例行国小呢，则是获得了第4名，都相当不错。对，归后的表现呢，非常好的一个表现了啦，哈。好了，当然这场比赛还是要请球评潘政伟教练来谈一下了。例行国小一开始打击发挥得很好。李以诺的全垒打把分数稍微拉开啊。新街国小虽然一开始投手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后面靠着不错的打击，尤其在第4局的时候打了整整1轮啊，所以攻下了8分啊。那最后当然是靠着再见安打，所以这场比赛靠着就是他们的打击结束了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棒。不过呢，当然像是严雨婷啊，例行国小严雨婷这个李以诺这个名门之后啊，特别李以诺已经在本届比赛最近4场打了6支全垒打今天单天2场就打了3支，都是未来值得大家来观察的一些球员。还有新街国小第4棒全哲兴也是一样。好的，那在今天11月29号礼拜2稍后下午的1点30分，客家电视台还有包括博斯无线台，还有很多这个网络平台都会为大家呢现场直播冠军赛啦！冠军赛有韩国的水鱼国小要对上我们台东的丰田国小，希望观众朋友、球迷朋友持续的锁定啦。那今天这场比赛准备到怎么样，完全告一个段落啦！非常谢谢潘中伟，谢谢，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啊！那还期待年，我是徐展元，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